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初二拜四下午嘅客家新新闻。这个等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嘅情形发展。今年呢係清明連休假期頭一日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中央係啲今日下晝2點嘅時間，我來召開記者會。一下呢嘅記者會差唔多晚呢有20分鐘哦。韓國呢啲廿八嘅記者會當中嘅指揮中心係有特別請來也嚟沙期防疫組嘅專家，為講到哪一條重點哦，一下呢就來看到一個記者會嘅現場情形。现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好，我們這一天來的一個工作的一個進度。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午安，哈，大家好。那我們今天要宣布有新增10例的確診個案，哈，那8例為境外移入，哈，那2例為本土，好，那總共我們今天病例是330號到338號。好，那本土的個案為一位50多歲的男性，按335，及40多歲的女性，按336。其中335多日腹瀉不適，到診所醫院就醫，3月20日與按291的印尼境外的人的接觸，所以3月23日發病，曾2度就診未緩解，因為知道291確診，所以31日再度就醫。那呢就收治在負壓隔離病房確診，所以當然這個它中間的相關的一些情況還要再調查不過這案子它是等於是一個跟境外移入的案子的一個接觸者。那336呢它近期沒有336它近期沒有一個出國史，於3月17日出現喉嚨痛、流鼻水、咳嗽等症狀。26日發燒就醫，30日因為症狀持續回診，那診斷出有肺炎，收住院採檢，那今天確診。那這個案例336是一位，應該是一位保全，是一位社區的保全。那相關案件我們在傳開疫調，那我們也告知社區的主任委員，由他去通知他們的住戶。那早上也對於社區做整體的一個消毒，好，那相關我們會針對整個社區裡面有接觸者，或者有曾經有症狀或有出國史的，做進一步的調查。那今天8例的境外移入個案是6男2女，那年齡介於10多歲到60多歲，入境日介於3月6日到31日，發病日介於3月15日到28日。那活動的區域裡面呢有美加美國加拿大有2位，英國2位，那澳大利的1位，印尼1位，南美1位，丹麥1位，本土的2位。那在這裡面的331大概是2月27號到3月22日南美旅遊團，那該團1人於3月27日確診那是原來的案259，那案331於3月28日發病，30日經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那裡面的一個旅行團裡面到現在目前是259跟331他們是一個同團的。那案333案333是1月14日到3月14日。與丈夫就原來就是案155，她丈夫是案155，同赴丹麥探親，那15日出現喉嚨痛、頭痛、肌肉痛，那安排就醫採檢，結果是陰性。所以大家看這案子的那時間比較長，不過是因為他第一採是陰性，那不過他是一個他也是接觸者，也有旅遊史，所以他的就持續的我們的觀察症狀持續，所以2月9日。我們在經過他有發燒，那我們在衛生單位再安排他就醫採檢，然後今日確診。那這個案子是案333，它是一個居家隔離的案子那一採陰性，然後後來再因為有症狀，所以我們再安排他採檢，所以確定是陽性。那案334，1月4日前往加拿大就學，3月7日、19日與案182、303、304。同至美國自助旅遊團，那這一團裡面有10個人，總共有10個人。那返國後30日發病，截至目前，該旅行團
有5个人确诊哈，有5个人确诊。那按338 3月5日14日与家人跟团是奥地利捷克旅游，那这一团就是那时候的一个奥地利捷克旅游团，它里面的团有确诊的大概是有61案、72案、104、108，大家知道108就是他的一个领队，那已经在之前已经过世的哈。那返国后他们是居家隔离，那25日发病，30日就医采检，那确诊，那这团是5人。那按334是总共是5个人还是4个人？影视讯稿是不是再 check 一下啊？总共到今天我们国内总共确诊是339人那有50个人解除隔离比昨天再多了5个然后确诊，然后另外在确诊个案里面有5人死亡那另外今天刚好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个讯息说上面署我的名字就是说不要出门了那这是一个假讯息，然后其实它真真假假了我们大概就是说他说不要出门我也不反对了那但是如果在这样假期你们要出去走一走我也不反对，但要注意我们的社交距离但前面讲说这是终身伤害，整个在医学上的一些见解，那事实上这我都没有讲过，而事实上在目前来讲这都还是一个未定论的所以那是一个假讯息。那今天在口罩上面早上全家取货系统上有问题所以他大概要到今天的下午3点之后才可以排除所以情况是全家超商那早上的一个取货的系统有问题。然后今天第3波预购大概从4月可以买的日期4月9号到4月22号的那今天到1点我们总共136.3万人次已经上线了那第2波经过有付款那总共是付款成功是156万比第一波不到100万，那第2波达到156万，然后相信这第3波的人又会更多。那以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边境大家在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边境里面我们当然是要尽量的在有症状或稍微有症状的我们都要去把它采检。那第一个我要呼吁就是说还是一样就是说健康声明书一定要务必要详实的填写不要隐瞒相关的病情因为相关的隐瞒只是会害人害己那你就错失到这样一个采检的机会，那也增加你家人被你感染的可能性。那针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边境这边也做了一些的改进在边境这边我们大概就是有症状的，那经过我们采检之后那我们就会有相关的一些安排，那我们是请我们的副指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因为针对边境这一段时间，我们也都有非常多入境的旅客是有症状在最近大概都每天都还是维持100多位，除了昨天比较少81位以外，那其他大概都维持在100多位的有症状的旅客那虽然入境的旅客已经降到昨天是1500多位入境了但是还是持续这个在边境入境的旅客还是呈现将近100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同时来做好对有症状的旅客的保护，也保护社区也保护社区。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那入境的旅客如果在14天内有各项的发烧或呼吸道症状的入境旅客，那除了在机场要配合我们的采检的措施以外，那我们会请这个相关的旅客要依照我们的指示，搭乘防疫车队到指定的这个地点来先进行这个居家检疫。那这个地点我这样的一个措施主要就是希望在他等候结果之前，还有他症状改善之前，那可以先在这个我们指定的地点来进行居家检疫。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避免大家回到社区去，然后造成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就会开始来启动这样一个措施，那希望保护好边境，也保护好国内社区的防疫好，
那另外观光局那个要不要说明一下？好，另外我也一并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几天大概我们媒体先进都对于观光局在机场的状况都有所询问，我们就把它整个时序把它列出来。那也请了我们机场的这个相关的同仁去调阅了相关的这个监视录影带等等我们就把它整理了时序了它大概从2点12分是观光局的这个机场中心的主任跟按269的部分他们一起到登机门。那2点25分左右到了我们在跟按277总共3个人就到了我们 CDC 的发烧筛检站。那2点29分的时候他们是指引到这个柜台。那按277一样走一般的旅客的通关的柜台。那观光局的2位人员呢就走公务柜台，因为他们是机场的人员，所以拿机场的这个公务证就拿走公务柜台那按277它是在2点31分查验这个证照通关那2点35分3个人走出了海关。那到2点39分到3点37分的那一段时间，他们是在这个2航下的入境大厅的这个港苑餐厅，那坐在这个外座的咖啡区喝咖啡一直等到3点39分他们才离开那个位置到地下停车场。那到停车场是在3点51分就搭乘这个按277父亲的这个坐车离开以上是这个他们整个这样的一个时序。好，今天我们先报告到这里那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你好 ，TVBS 提问：今天行政院会除了交通部长林佳龙他有戴口罩之外，我们有观察到很像其他的官员都没有戴口罩。那很多网友看了照片之后是觉得，因为其实大家坐的这个距离都还蛮近的，就是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那是不是因为他们其实到现在对于这个社交距离的这个指引都还不太清楚，不太了解？那指挥中心帮我们说明一下。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因为过去SARS 是在清明连假结束的时候爆发的，那我们会呼吁说，在这段期间，就是大家还是少出门比较好。谢谢。对，那个我们所宣布是说非特定的人，非特定的人就是说的非特定人的公共场所，我们建议就是说要维持1公尺或1.5公尺，室内室外这个。那但是呢，那个除了之外，如果做不到就要戴口罩。然后今天大概就是说，以这个官员席跟记者席，距离大概有超过3公尺以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官员本身都是特定的人，每一个部长的情况，大家都是共同在开会的。那林部长特别有戴了口罩，因为他有相关的，虽然他基本上是不相干的虽然有开过会，那时间在疫调的里面不相干，不过他为了就是说保护别人，所以他也戴起口罩。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在安排，那所有的单位都是这样子的了规定都是这样子。在特定人，如果有不特定的人就要戴。那另外台下有一位，当然那位应该也是我们的，但是我不认识，不过他是没有戴口罩，唯一在台下记者都有戴，只有他没有戴。不过他跟旁边的距离都很远，都超过1.5公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长官好，自由时报。请问一下副指挥官，陈副指挥官那个刚刚您提到是说，明天开始，如果在机场入境的时候有一些症状者，就是可能就采检以后，然后到指定的那个检疫地点嘛。那想问一下，这些检疫地点是检疫所吗？还是怎么样的特别的检疫地点？然后北中是不是北中呢？因为有桃园机场跟小港机场之类的，然后想跟问一下，说这个检疫地点是怎么样？然后大概等多久采检结果出来以后，他们没问题才可以回家？这样，谢谢。好，因为现在目前国内大概还有3个机场旅客会有入境就是从松山、桃园跟小港。那检疫指定的这个场所，我们会用现有我们规划的集中检疫场所那当然也会就近因为以桃机的部分，我们就会就近在桃园附近。那松山的部分地点，我们还会再跟这个
负责检疫场所的同仁一起来做讨论哈。那小港的部分，因为高雄那一带就已经有一个处所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采检完之后，我们刚刚特别提到，采检完当然要等候这个结果出来。那如果它是阴性，没有，那症状也已经恢复了，它的症状已经恢复了，那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担忧的地方的话，经过这个检疫场所，因为我们检疫场所都有这个现场会有副院长等级的这个指挥官，有他们去医护人员在做过这个健康状况的评估，再同意他是不是可以回到这个居家检疫。好，那刚才讲有问到，就是说那个 SARS 的期间不出门，好，基本上就是说我那天也讲过，好，其实这个整体的防疫里面，除了生理之外，还有生理心理跟生理的问题了。那一直上班，大家都压抑得很厉害，然后强制要求大家都不出门，那可能心理也会出问题，配合防疫的效果也会打折。好，那这是一个难以选择的一个情况了哈。我们当然可以让大家都不移动。那这样是不是在心理的层面会比较健康，进而能防疫做得比较好？那我们的选择就是说，大家尽量能够在怎么样去疏解自己的身心，但注意我们的社交距离，跟有必要的时候要戴口罩。那吃饭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把距离拉开来，要不然就要一个隔屏，那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长官好，3例提问。第一题先请教说，今天这个案338这个奥捷团，因为他原本确诊的4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重症，然后后来有1例死亡。那今天确诊的这个个案，他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想请教这个今天这个不确定感染源的这一名本土个案是案336，那他发病了10几天之后才确诊，而且他是刚好提到说他是社区的保全，他在这10几天当中一定接触非常多社区的人员，那他匡列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谢谢。好，那我先讲那个，好，大概那个我们讲336是社区的保全，所以我刚才讲。我们早上第一个行动单要匡列相关的接触者，那当然跟社区主委，请他通知各个住户，这段时间要稍微自我隔离一下，那也注意环境的一个卫生。那另外我们现在是调录影带了，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所有接触的人，我们当然要相关的疫调当然要展开。那第二个，我们要针对这里面社区里面，有出国史。那并且有症状的，那我们要采检。然后第三个当然讲到说有接触过的，那只要是有接触过而且有出国史的，那有接触过或者有呼吸道症状的，那这都我们会扩大采检。那社区的消毒当然今天早上已经开始在进行。那所以我们当然是要调录影带呢跟询问，2条路一起走。好，这个案338基本上它是有一段时间的轻微的症状，包括腹泻、咳嗽。那之后在3月30号的时候，在就诊的时候就照了 X 光，有看到有肺炎的现象，然后呢，所以目前是症状还算轻微呢，只是并发有肺炎。这个当然还要需要密切的追踪，再下来的几天会不会有状况有改变的这种情形。好，长官好，我这边是年代一电视提问。首先想请问，就是第2架湖北类包机中有1名女性发烧送医，那么现在她的状况是如何呢？那么第2个问题就是国卫院成功研发出快筛试剂，那么指挥中心是怎么看这个突破性的成果？那么另外进口的检验试剂进度又是如何呢？谢谢。湖北团有一位是发烧，我们现在送到医院去。那整体214，再进来214嘛那有效检体211，那还有3个检体我们仍然在采验中。那至于那个送医院那个情况怎么样？有发烧的情况？对，他是因为发烧送医啦，不过因为住进医院之后，昨天晚上11点之后就没有再发烧了，所以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观察，那是有做了采检，那我们就待后续的一个检验结果。对，我想大概现在国卫院它呢在快筛方面也有相当的一个进展。
那另外在民间的公司也有这样的有一个相关的进口的案子。好，有一个这个专案制造的案子那这两个案子我们现在都跟这个 CDC 这边在做一个讨论看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来验证它的效果那如果是有效的话，那尽快能够上市。长官好，中视新闻提问那有4个问题，第一个是之前这个婴儿像是美国、日本、加拿大都有出现这种感染的情况，那之前都认为说可能是轻症那婴儿的部分感染有没有可能会演变成重症？那再来是按332有出现腹痛、闷痛的这种情况，这会变成之后的一个指标性的症状吗？那还有在泌乳团的部分，我们大概多久会完成所有团员的裁剪？那最后是关于按336这个保全的社区，我们会考虑公布它所在的大概区域吗？谢谢。婴儿跟332的情况，332有症状吗？我们是有味觉、嗅觉的丧失，大概是有闷痛什么的，好像没有，上面没有提到讲。不过婴儿的情况是请张江教授跟我们再分析一下。好，我们自己最小的就是在4、5岁左右嘛，我们有更小的个案，所以我们自己是没什么经验。然后呢，不过根据国外的少数的报告的个案，确实是，小孩症状都是轻微或是没有症状的状况，所以。没有特别看到婴儿还有重症或是甚至死亡的个案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资料。泌乳团他们有20个接触者。刚刚那种有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的健保管理总共新增加400确诊个案，其中有8个是对境外驶入来的，有2个本土感染个案。在健保管理新增加400确诊个案过后，也下国内累计的病例数总共来到339人。其中呢，28新增加嘅2个本土感染个案，其中的按335，也一个50人。的男性，其虽然讲也部分冇出国，唔过呢，佢哋先前有同一个确诊者有接触，故所呢，其算系同确诊者有接触的本土感染个案。今日较麻烦，本体家较少的呢，系家的按336个，一个336，其系一个40人些女性，佢们享用啲也部的都冇出国。唔过呢，佢哋3月17日时节开始出现后连拐痛韩国有6批疫疗相关症头，到3月36日时节就有发烧基本线上看，下后呢，医生就有查到佢有肺炎的相关症头，故所佢就验验治疗，韩国有做相关的采检，前面呢就一啲健比确诊的。而家睇下前社会呢，就家下指挥中心就有讲到的，一个按336，佢系一个沙期保全，主要讲呢，验证佢当年可能会同同人来接触，韩国呢，佢对发病到确诊的时间差唔多已经过有10公年研究哦，故所呢健比早晨也其负责保全的一个沙期，对早晨医师呢就开始来进行全面消毒。韩国呢也下指挥中心先从后呢唔单将系外来追查一个感染源，韩国呢外来追查讲也部位。有哪条人同一个确诊的按336来接触呢？也係指揮中心嘅行按宣講，而對沙基督方也部位假使有出國嘅民眾，還係有出現相關症頭人，都要來進行全面採檢。然後呢，針對一啲經邊境管制措施嘅部分，都會提供呢意思，除非有新嘅制度而來實施嘅。嘅指揮中心家下宣布嘅，所以講對提供呢意思入境台灣嘅民眾，假使唔啲14年內有頭希頭症頭人，可能呢就會搶架到會啲機場入來時節，就會搶架到去做防疫查處，去到指定嘅所在，我來進行居家檢疫。希望呢架到唔好轉到沙基督方來增加壓力。疫情這塊來風險，前主要呢架到愛等到一啲一切嘅結果出來，喺現時韓國要等到架到相關整條美好起來過後，經過評估架到將早地轉到架到世界步卡。跟以上呢，將健比同大家整理嘅記者會重點，繼續來看現場嘅情形。
好，前几天有跟大家报告过，这个病毒要进到我们人体细胞，要经过 ACE2 这一个受体，那在我们的神经细胞里面确实也有这个受体，所以理论上或学理上它是有机会进到我们的神经系统里面去的哈。那特别在嗅觉神经，我们第一对脑神经就在我们的鼻腔的顶部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的。那味觉相信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那可是听力的神经细胞是在我们耳朵，那这个地方倒是不容易接触到病毒的状况，所以目前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报道说有听力受损的一些状况。那至于会不会有脑膜炎、脑炎等等的这些，只能说学理上是有机会哈。那可是，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个案。那有关于有一些报道说打卡介苗的国家，好像这个疫情的状况比较相对不是那么严重。那在欧美先进国家早就已经不打卡介苗，所以看起来好像他们疫情状况相对是比较厉害哈。是不是因为卡介苗所引发的一些免疫反应、免疫力对这个是有帮助的哈？那这只是一个以国家的这样的统计来看哈，我们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学理上或是在我们的免疫力的检测上面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还需要另外更多的一些研究或探讨了。所以这个只是初步的一些观察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我想还有待更多的一个验证。那至于在刚才讲那个社区保全的方面，好，刚才也跟大家报告过，我们对有接触者旅游接触史、旅游史，好，那还有相关的一个疾病好的情况，我们都会根据他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裁剪。那也请社区主委要求他们这里面做一个自主健康管理，好，当然进一步的疫调更明确，我们会有更明确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先不要讲，就是说基本上反正这个我们就先要做嘛，好，一步步先。好，初步的自主健康管理，好，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好，大一电视想要请教案例335，新闻稿提到说他是先多日腹泻，然后在20号有跟案例291接触，3月23号发病，所以指挥中心是研判说他前面的腹泻跟肺炎状况是没有关联的吗？另外是也初步研判说案例291是他可能的感染源吗？还有新闻稿提到说他有多次腹泻，有到诊所医院就医，还有3月23号的2度就诊，可以请教他是到了几间医院还有几家诊所吗？谢谢。335这个个案，他在3月20号，那跟这个案291有接触了哈，那所以他23号开始有出现了一个腹泻症状。那可能他怀疑是这个腹泻这个所以可能是一个肠胃炎哦，所以他有到他们的附近的一个诊所看诊。那27号，那因为这个腹泻症状没有缓解，所以再度到同一家诊所来就医。那不过后来因为他29号知道这个有确诊了，就是291有确诊了之后。所以因为31号他的腹泻症状持续，所以他就直接就去这个某家医院去就诊，那也告诉这个讯息啊，所以他们就当场就把他收住院，那也做采检啊，那这个大概状况是这样啊。部长好，ETtoday提问，想要询问一下，刚刚部长有说到禁止探病这件事情，请问是即起实施吗？因为现在有很多医院他们有推出预约系统，就是说你要先预约才能探病。请问一下，就是这个禁止探病这个政策实施出来之后，是连预约都不可以了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要问到昨天公布的社交距离，对我们有说就是柔性劝导这方面啊，有说针对无法有效维持1.5公尺社交距离的场所，就想要建议他们停业。然后因为现在台湾就是有一些电影业者。他们就是受影响蛮严重的啦，然后就是有110家影城就是有做问卷调查，然后其中79家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勒令强制停业。请问一下指挥中心怎么看这件事情？谢谢。
电影院这事情是文化部在处理相关的情况。那我们指的就是说，好没有办法达成我们这样的要求，好，但我们在指引上面希望就停业，只是说，就是距离也拉不开，那戴口罩总是有办法吧？好，那又距离又拉不开，又没有办法戴口罩，那隔屏总是有办法吧？如果这样的一个变通里面都做不到，坦白讲，那也风险也很高。好，那当然是，但我认为只要有心，大部分情况都会可以做得到了。好，至于要停业，只是有一些单位在这里面，因为相关的措施，然后一方面当然也是。我们的民众认为在那样的一个密闭场合里面的风险比较高，所以现在目前来讲去看电影的这样的意愿相对比较低。那我们也比较不鼓励说在室内的活动太多了，室内活动事实上风险比较高。那出外踏青离远一点，这是我们在2个来比较，我们宁愿大家选择在室外的活动。那在探病当然是原则禁止了那有特别基本的一个最特别的一个情况，那经过特别的安排，那当然还是可以，比如说就要对不对？就已经有一些状况了，那当然是最后的安排一定是要家属要到嘛，那些情况当然是有，但平常的就尽量用视讯，在这段时间，我们这时间我们会看这疫情的情况，再看要实施到多久。我们已经发文给各个医疗院所跟机构。你好，新新闻周刊提问，美国 CDC 昨天有指出说有25%的武汉肺炎患者就是曾经历经这个无症状的感染阶段那中大陆研究是18%到31%，而且它最长的无症状可能持续3个礼拜。然后从境外输入有占总数的，就是无症状总数13%那指挥官，您昨天有提到，就是说居家检疫跟筛测并行的可能性。不过您是说一开始就筛，可能会让这个阴性者降低他的心防。那可不可以是否有可能是把这个筛测时间延后到这个居家检疫结束前的2-3天再做一个执行？是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张小姐，就是说，您日前介绍这个台湾的病例里面无症状者是有11人嘛？那请问这个数据是不是有更新？那他们的无症状时间会持续多久？那再就是说，请教一下，就是说，3月31号中心这边宣布说有嗅味觉丧失肺炎者要必筛，那请问他们在等待这个筛测结果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住院？那在月初的时候，指挥中心。有指示各医院要预备这个除了这个负压隔离病房以外，需要预备这个单独的隔离病房。那现在目前已经达到多少间？是否足够？谢谢。好，我先说一下，到目前为止，应该到昨天为止，329例里面有15例是无症状采检阳性那这在全部的占的比例大概4.6%这个无症状的期间，我现在手头上没有精准的数字那不过确实有些所谓的无症状，它还是可以带相当长久的时间，例如说到2个礼拜的时间也是有出现过的那此外，有一些个案所谓的症状前就可能被筛出来那筛出来以后之后才出现症状，这在国外也有不少这样的一个个案所以开始的时候无症状，那筛检阳性以后，后来会出现症状这是在等于是说从感染以后到症状出现当中的时段，有时候也会被我们筛检出来的好，那这个我们这个扩大筛检，嗅觉、味觉有状况也可以来做筛检。这里面有2个层次，一个还是符合我们的通报定义，例如说他也是有旅游史，然后有味嗅觉出现状况的话，符合通报定义，一旦被通报出来做筛检以后，就是留在医院里面等结果。那可是另外我们扩大的部分就是说他没有接触史，没有旅游史。那就是没有这些流行病学的条件，可是它单独只有出现味觉、嗅觉的状况，
那这样的裁剪以后，还是可以回家到家里去等待结果，在家等于就是居家类似居家检疫的方式等待结果，但直到结果出来之前，他是不可以离开家里的。那刚才讲就是说，在居家检疫完成前再做一次筛检，那等于是一个 double check 那其实这个是有一点意思的了是可以发觉，就是说是不是讲居家检疫完了，那他已经没有症状，那是不是有一些病毒还存在？我认为这是有意思。不过基本上我们大概有2个的样态，让大家做参考。就我们在第一批、第2批的这个湖北武汉，就是我们的武汉团回来，我们第一次 check， 那然后再要出关前，我们再 check 一次。那在那个大概样本也还算大，那都没有，没有。然后第二是我们这次的高中的停课，那在复课前，我们也针对对我们的全班的同学，我们在做全采，那也没有发现有相关的阳性，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就运用一些在一个可能的范围再来 check 一下这个事情。不过因为我们有几次的这样的经验，那也许我们在这样适合的样本，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方式是可以被考虑的了。不过因为我们的经验里面，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那也许当做一个研究再来看看，是可以考虑的。抱歉，我刚刚有问一个那个病房数，就是说单独隔离目前病房数是多少？对，那现在当然就我们现在等于是第2阶段的启动，那当然你要问说我们第2段的启动那些相关的我们清出多少来，那我们可以再查一下再跟你说。那目前的病房数够，那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那个补助的办法也定好了，那我相信很快会达到一定的数目。那现在的负压病房跟我们基本有的病房都还够。长官好，那个还是提问，想问一下这个案336，他的那个就医的状况，他是2次都是在医院吗？然后另外想问一下，说他所在这个社区大概是有多大呢？然后以及就是刚刚提到说好像都是强调都是在针对这个主委要去了解住户的状况嘛，所以现在可能关注到说他的比较有可能的这个接触者主要都是这个住户吗？还是说家人有可能呢？另外呢，就是想。有一线的医疗同仁，他们想要反映，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针对隐私的部分，所以很多的案例指挥中心都是不公布的。但是呢，他们这些前线的医疗同仁是希望有这个横向沟通，了解患者如何诊断，还有病程跟治疗的过程，去增加自己的临床经验这样子。想说这样之后会不会也可以建立这样子一个横向的平台？医生那个所以我们的通则都有在发，可能就有一些医生在反映说，是不是能够在指引里面有一些的更进一步的的沟通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弄一个线上的的沟通的平台，让大家更有机会。那另外讲到它是职场上面，我们当然是因为社区里面的录影机很多。所以大概可以掌握在社区里面的有接触的行为。那家人这一部分，那当然家人那一部分本来就是我们要调查的一个重点，所以分作2部分在进行。那他2次都是在医院看诊吗？他有2次，前面2次是在诊所啦，那最后一次是在医院里面。部长您好，民事提问，就是目前在那个中国武汉那边还有就是高龄的孕妇跟心脏病的孩童还滞留在当地，他们那时候没有赶上第3类的类包机，那他们希望说政府能不能再开类似的情况，或者是未来可不可能有取消驻地的状况，让他们可以直接回到台湾这样子，甚至问一下指挥中心这边未来会不会有类包机的状况？谢谢。这一部分大概是由海基会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那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会运用各种的方式让他们回来。焦点事件，2个问题。第一个是说，
农委会渔业署在昨天公布远洋渔船境外聘雇渔工的防疫措施。那就是说，如果过去30天内有海上接触，像是进入其他港口或者是并船交流等情况，这些外籍船员在入港之后需要原船检疫14天啊。那因为渔船的生活条件是比较简陋的，那指挥中心这边会要求在渔船检疫的时候，船上要维持像是人与人维持1公尺、1人1室或独立卫浴这样的条件吗？那如果船的条件没有办法提供这样好的检疫环境的话，仍然要把这一群人就是这样子摆在同一艘船上嘛？那第二个问题是说，目前对于产业移工还有社福移工来说，就是在需要居家检疫的条件下，就是允许入境嘛。那不过因为这几天东南亚的疫情好像也没有舒缓的迹象，就是说如果未来东南亚的疫情加剧恶化的话，相关的移工措施会进行调整吗？以上。会。如果在这里面，我们当然在这边在移工对我们的相对的一些经济跟社会的一些需求是蛮高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集中检疫的方法，加上一些服务，希望能够让这个不至于中断。但是如果疫情在升高的话，那任何的一个进一步的措施都有可能。那第二个就是说，它这里面移工因为它是共同生活的嘛，所以到外面去，那如果跟别人接触，那人共同生活的，是一个可能的被感染的可能性。然后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在回来时候的一个集中检疫或者在居家检疫这样的情况下，是要跟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区隔，所以他们个别的区隔跟情况不一样，他们可能是同样的可能性，所以放在一起。那至于在船上的条件不好，相关的，那我们可能要请这船公司能够对他的一个员工的照顾能够做好一点。那我请劳动部或者是跟渔业署这边再来谈这个相关的一个照顾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的规定是那样的情况下是跟我们社会本土做一个区隔，那是集体性的。好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可以限制最后2位好吗？部长好，客家电视提问，就是今天在行政院会有公布，就是针对隔离检疫有够再加码127亿的纾困预算，那其中里面有写到说包含医疗机构跟奖励津贴的部分，那预计会怎么规划？受补助的对象有哪些？会不会有包含医检师跟其他医护人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在这个确诊案例里面有3人有腹泻的症状，那会不会他就是也是成为武汉肺炎症状之一？谢谢。好，这个新冠肺炎的病人本来就有少部分会出现腹泻的一些症状，然后呢，刚好最后这一批好像看起来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我们还需要密切的观察。不过通常只有单独腹泻，相对是比较少的了哈。那所以我们需要再更多的一些资料，才会决定他要不要纳入我们的筛检或是通报的一个症状之一哈。那这个我们会再看后续的个案的状况再来做决定。那至于在这里面127亿里面哈，其实比较多的部分，在有一块就是我们的防疫的物资，相关也叫因应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疫情的时候，那把防疫物资事先都把它备好来。所以像各方面不管是防护衣、隔离衣或 N95 的口罩，我们进一步的再加倍的量要把它补出来。那第二是针对这个居家检疫，做检疫的人可能会做一个增加，那我们一个相关的一些强制的方法，在这边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偿就有这样的一个费用在。那第三个当然是对医院在第一线里面分作2类，一个就是有风险的或直接涉入风险的，这边给予津贴，大概有分作这几份，在这里面，在这127亿里面。不过整个是要看着疫情的长短了那如果更长的话，那可能需要的费用就更多。你好，大一电视想要再请教一下有关于335例，因为它有跟291接触，但刚刚回看了一下，291跟290是属于到印尼旅游之后回来的境外移入感染，请教335跟
291他们的相互接触是朋友关系呢，还是说有工作往来？谢谢。另外要帮中天提问，目前有多少例是丧失味觉以及嗅觉？谢谢。有关335跟291之间，他们是属于喝咖啡聊天1个小时啦，嘿，目前知道就这样子而已。好，对不起，今天的我们还没累加进去，然后那到之前至少是有28例是有丧失味嗅觉的状况。刚才张教授讲说，今天的案例还没加上去之前，那前面的有28例，是有这样嗅味觉，这差不多是1成的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症状在了好，来最后一位好，最后一位他忘了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记者会到这里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